很多人进去耶。今天好早起床吗？还好，你们比较早吧？也对了，5点多已经起床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要不要把他就来？哦，好啊。等医生医院很多人的，里面很多人。今天超想睡的，就想到会看到你们俩，各位手机。忘记。我在楼上聊天。10月啊。中吗？还是前后啊？中吧。那不知道。发现吧。你们没发现是我来的。牙签跟小叶中间相伴。你。阿伟。对啊，面子哦。好。你要在。阿伟。对。好，明天不就回去了？对啊，看看好。坏了，太坏了。我很快哦，好快！有慢一点呢。我哋香港呢度好嘅。點行咁遠嘅？唔會啊，唔會啊。很遠，沒有，我也拿着。哪回呢？好像你说他不来啊。我也要。我也要。对，对，好我，谢谢。走了。快一点，那这是花钱。我说这个那个好，我也要叫他溜。